王菲微博宣布第2度離婚。呢一世夫妻緣盡至此，我還好，你也保重。夫妻緣盡？嗱，王菲啱啱7點幾突然喺微博爆啲咁嘅嘢，再加多個微笑，似係宣布同李亞鵬8年夫妻情盡啦。嗱，2005年7月呢，當年35歲嘅王菲同埋33歲嘅李亞鵬拍咗拖2年，就喺李亞鵬哥哥同一位好朋友嘅陪同之下，正式喺李亞鵬家鄉烏魯木齊登記結婚。做咗李太咁多年啦，見佢哋一直都好恩愛啊，耐唔耐仲喺微博度耍下花槍添。估唔到最後居然變成咁啊！嗱，王菲發完微博冇耐啫，李亞鵬就跟住用微博回應咯噃。我要嘅係一個家庭，你卻注定是一個傳奇，懷念10年中所有嘅美好時光。仲話阿女李嫣呢會跟佢生活添。至於財政方面呢，李亞鵬就話一直都係獨立，所以唔存在財政分配問題。